大家好，福星粵劇團將會喺2025年11月4號喺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大劇院再次為東華三院演出慈善專場。劇目係由家英哥改編自法國名劇《大鼻子情聖》，故事背景設定喺明朝時期嘅土木堡之變，講述擁有大鼻子嘅神機營隊長朱不凡與俊朗嘅兄弟朱彥豪同時愛上郡主徐以山，展現為國奮戰以及為愛默默守候嘅故事。今次慈善專場所籌得嘅善款將會撥供東華三院照顧者支援基金，為照顧者提供各項適切嘅援助，包括護老有伴計劃及到戶看顧服務，以減輕照顧者嘅壓力，確保長者得到優質嘅照顧。我誠意邀請大家踴躍捐款支持，入場欣賞大鼻子情聖之餘，一同為照顧者燃點希望，喺艱辛嘅照顧路上為佢哋加油。祝各位善行萬里，福有攸歸。多謝。福星粵劇團演出成功。福星粵劇團2025演出成功，大家記得買飛，多多支持。希望大家快啲買票支持啦！多謝你，多啲支持，多謝支持。